你知道嗎？中國在短短40年間就創造了無數財富神話。今天我要分享一段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從無到有，創造出龐大的財富帝國。然而，當第一代創業者步入中年甚至老年時，新的挑戰出現了。如何讓這份財富延續下去？如何確保資本不只是個人榮耀的象徵，而是家族長久穩定的基石？這不僅是一個中國故事，也是人類史上少見的第一次原始積累在如此短時間內完成的案例。中國的企業家們憑藉改革開放的浪潮，從資源、房地產、製造業、互聯網等領域累積了龐大的財富，但是當財富的規模超過了個人能力所能管理的範圍時，如何建立制度與秩序，便成為決定富能否過三代的關鍵問題。富不過三代這句古語並非宿命，而是一種結構性的現實。從歷史的角度看，每一次財富集中之後，往往伴隨着制度缺陷、家族內耗與環境變遷的衝擊。從宋明以降的商幫，到清末的鹽商與民國的金融世家，再到當代的民營企業主，幾乎無一幸免。因此，了解如何管理和傳承財富，是每一位企業家和家庭必須面對的挑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中國財富故事和企業家們如何應對挑戰的內容，請關注我的頻道，我們會不斷更新和分享更多精彩的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別忘了點擊訂閱和打開通知鈴，讓我們一起探索中國的財富世界。